雖然我本身唔係住喺深水埗，不過南昌街呢個地方，其實我細個就聽過呢個名，我應該留低咗幾噸腳毛喺嗰度。南昌街對我嚟講係一個充滿回憶嘅地方。當年大學1年級剛入學，同學撩我去長跑會，心諗自己中學陸運會時跑過1500同3000米，都叫做攞過下獎，以為自己可以 handle 到，所以欣然答應。第一次練習，教練拋低一句跑2個大環城熱客新鮮，跟住就全部人喺大學體育館門口出發，經達之路落南山村，由大坑西轉入南昌街上斜路，再右轉達之路返校舍。原來教練講嘅大環城係繞住城大跑2個圈，所謂嘅熱身大概5-6公里，唔算太長。但南昌街呢條長命斜路確實係攞我命，跑到尾段自己個跑方已經散晒，途經嘅師兄們紛紛叫我頂住，安慰我話好快就跑完。幾經辛苦，終於跑完。我當時感覺自己得返半條人命，對腳仲痛咗幾日。後來我因為功課太忙，練習多2次後就冇再去長跑會，因此我同南昌街嘅緣分就暫告一段落。時間去返我讀小學嗰時，當年住喺屯門，身為屯門牛，好早就被阿媽嚴格訓練，遠征經驗豐富。當年小學讀上午班，下晝阿媽最鍾意帶住我由屯門搭熱狗巴出九龍，熬個幾2個鐘頭車去到長沙灣道落車，先喺附近遊走閒遊一番，最後經南昌街行上石硤尾，去阿婆阿公喺白田嘅屋企探佢哋，有時仲會煮埋晚飯俾佢哋食。每次遠征最少都2-3個鐘頭。但我又唔會抗拒，因為遠征嘅中途站其實都幾精彩。有時會去新光國貨嘅兒童遊樂場騎馬仔，去福利模型睇玩具。口痕嘅就可以去北河街公和豆品食豆腐花，或者去八仙餅店買蛋糕仔。再沿南昌街行上去，可以去富城酒樓外面嘅報攤買漫畫。行多2步就到白田購物中心嘅卡霸抽閃卡等等等等。由於景點實在太多，不能盡錄，數都數唔晒。當年機場仲喺九龍城啟德，途經深水埗，隔一陣就會有飛機喺頭頂飛過，每次都可以近距離見到飛機底部、引擎聲，嘈到聽唔到隔離嗰個講咩，唔可以同人傾偈。以前唔明白點解阿媽山長水遠都要成日返阿婆度，食完飯又唔願走，完全無視個仔，第2朝要晨早起身返學有幾咁壯烈。不過自從我搬咗出去住，離開屋企自立之後，我就慢慢明白到返屋企食飯，無論返幾多次，每次留低幾耐，都係會覺得唔夠嘅嗰種感覺。我係阿銀，如果你都有故事想同大家分享，歡迎投稿或者喺留言嗰度話俾我聽。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， 我會同你分享喺大家身邊嘅大城小故事。下集見。